基美病院甲美国杨百翰大厦签订建交合约，并伫会后互相交换纪念品，展开新的交流。其实双方为2008年开始，就有长达15年合作。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跟杨百翰大学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哈。那起因是因为我们有江慧英副部长，那么他跟他的老师哈，他也是在杨百翰大学得到这个护理学博士的哈。那所以他的老师就希望说，在他们的国际学程里面，那安排来台南的奇美医院。杨百翰大学护理学院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台湾是因上喜意的所在之一。因伫健康照护的领域表现都非常的好。2020年，杨百翰大学伫美国大学当中排名第77名。这次交流由基美病院14位护理师，甲下医教授共同指导14位学生，因将体验照护济老病死的过程，互学生熟悉台湾医疗环境、中西文化甲疾病健康照护。They love to be here, and what they learn here is about your generosity and your kindness. It's a different healthcare system than ours, so they get to experience that. They've had this experience of being with you and really learning to love another culture and other nurses and people and patients. 基美病院表示，透过这次合作，会当把台湾医疗教育推动到美国，同时期待会当培养甲吸引更较侪优秀的护理人才。后续也安排护理部院长参访基美病院伫台南的医疗体系，加深台美的护理交流。台南新闻杨尚怀采访报道。